全国地方议会二中杯网球锦标赛9日伫台南盛大场场，主办单位台南市议会伫第一天暗时举办选手之夜，宴请来自全国各县市议会代表。这次更是打破过去的纪录，每一个县市拢出色，展现出对赛事的重视。相信未来2天的比赛一定真有看头。这届万这活动打破了以往的纪录，所有的县市呢拢有派人员来参加，而且为了今仔这场呢，阮所有议会议员加员工拢用心来将现场布置甲非常的温馨。等一下我们就拭目以待，不管现场也好，节目也好，希望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印象。那台南市议会和台南市政府将共同举办县市合并满10周年的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咱所看到所有的百花齐放，包括咱的灯会定做将伫12月24到明年1月13来展开，包括有全国一队议长杯的表演，包括有全国的祭奠嘉年华，所有很多的节目将展开一系列的活动。市长黄伟哲、立法委员陈廷辉也拢来到现场，甲各县市议会代表交流问好。明天开始，大家先礼后兵，明天开始就一场硬仗，由郭议长领军。好，那希望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议长、各位副议长、各位议员、各位长官、贵宾、各位秘书长，大家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停留，能够在台南能够尽兴吃吃喝喝、逛逛买买，保证不虚此行。我们的每一年的各县市一个地方议会的软式网球锦标赛，就是一个以球会友，非常扎实的以球会友。所以今仔日希望咱每一组好朋友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暗暝选手之夜，让大家尽兴而归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起灯。在启动仪式后，选手之夜现场雪来熊熊落起雨，真侪议会代表纷纷提起雨伞，撑起雨伞，继续在雨中吃饭道，无因为落雨就败了兴致。大家都躲起来了，只有剩下我们这一桌，因为我们是有自备衣来的。这样会不会很扫？会不会很扫兴？不会，区教不熄我们的热情。张进不强，处变不惊。没错。好，我们进入县议会。在。台南市议会去年在全球一中杯网球锦标赛当中，摕到各组冠军的成绩，创下大满贯的纪录。议长郭信荣表示，台南代表队这次嘛要拼全力，努力将总冠军的荣耀留伫咧台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